兄弟啊，你屋企個禾我已經幫你掘起啦。你在深圳如果馬得閒就馬西回啦。掘起個谷我又幫你賣開啦。總共呢係3畝田，掘到3000斤高，1蚊4錢一斤。今年個高賣到4200蚊紙，都算大豐收啦吧？今年兄弟啊，禾又掘起啦，谷又賣開啦，我同你對下賬。3畝田就賣到6斤谷種，60蚊錢一斤，360就使你360蚊錢谷種錢。肥料呢就使你300斤，3蚊錢一斤，叫變個複合肥，總共就係900蚊錢，兄弟。跟住呢，請人屋企犁田、耙田啊，茄哩咳啦呢就係100蚊錢1畝，3畝田呢就總共使你300蚊錢。插田呢就請到3隻人，兄弟我幫你做呢就馬田數白做噶嚇，3隻人一日200蚊就總共使你600嗰度。又冇得閒出去賣菜，我就將我呢作咗2隻雞嚟劏俾佢哋食就先啦。年頭你上深圳之前，你送到2包紅雙喜俾我，等到一瓶百年芋頭，我又俾佢哋食咧。然後呢就係下肥嘅啫，下肥呢又係請人屋嚟下個就係150蚊錢一次，一路禾下就2次肥，有噴蟲呢又係150蚊錢一次，又係噴咗2次，噴蟲格都下肥呢就600蚊紙工錢，總共個成本就開支出嚟3760蚊紙，兄弟。從日掘禾呢，本來兄弟2請4隻人係嚟個，但係嗰班做工嘅人佢講4隻人一日馬掘得了個，所以又請多1隻就請5隻，連我哋6隻，我馬收你錢個，我白幫你做個兄弟，工錢就係200蚊錢一日，5隻人嘅嗱呢就啱好又使咗1000蚊紙。隔我6隻人都做你吧，做到9更10年冇雞閪啊，定掘完吧。我幫你做啲工辛苦啲冇所謂，掘禾200蚊紙買包飯嘅，兄弟佢哋會食自己個，冇得閒煮飯又買包飯，就賣到60蚊錢煙，10蚊支水，就一共嘅做禾呢，總共算起身來個成本就開支嚟4830蚊紙，你就啱俾600蚊紙俾我就得咧，嗰30蚊紙呢我幫你出嚟。你在深圳，如果你做到3-5千蚊錢一個月咯，兄弟啊，明年嗰度田你馬使種㗎咋？你如果你一人耕咯，你就有人屋幫你耕，我馬幫你耕得到嘅，辛辛苦苦幫你做咗咁多工係嘛？我又鐵出咁多錢，哪嚟㗎咋？人劏咗幾隻雞吧？係咁喎嚇。